魔导魔道魔魔神啊魔道魔后魔法之手。魔法手头。哪个病？心态呢？Hello， 米莉，安唔安啊？真欢喜你来甲我看者，无我一个人可能就要讲啥就无直接了。你敢有听到我的声音？我正看应该是。我即马就是，我已经算到较后壁，毋过就是有一寡地图我真正毋知影讲会使去，所以我即马就是，算是讲转来搁找。即个游戏就是设计了真水，足侪稳重的空间会当互咱家己。毋过伊的欠点就是较无方便，就是应该毋是较无方便，就是讲吼，你要找一寡稳重的空间，还是讲找一寡线索，你就要一直行共款的路翻头，一直翻头转来找路。毋过好处就是你就会使一直听，这个最好听的音乐。这画面甲音乐这样设计了真有一种气氛，一寡忧愁，还是讲一寡毋是足欢喜迄种。当时你若知影伊的故事，感觉讲伊足想要哭。啊！这个空间还未找了。对，就是较歹找，也是讲，要行，应该是讲，伫遐行来行去的时间足长，一直行倒转来，啊个位，就是讲你，
过关一直过了后，啊有当时会拄着一寡你爱有特别能力才有法度入去，还是讲才有法度行的所在。所以你爱一直行了，摕到迄能力了，啊，搁返头转来，啊，毋过中可能已经过足长时间，所以可能就袂记。像我就是我一直算，头就是酷酷啊算，一直行，啊，结果足侪所在拢无过，像这顶悬这我就我袂使摕啊，足侪所在无，所以爱搁转来找。这地图顶悬就是蓝色甲这是感觉色，青色啦，应该讲这是青色嘛。这色吼，即摆我这空间这色就是青色的，啊毋过感觉色的空间就是已经拢探索了啊，一寡稳重的物件拢摕着，所以我即摆就是要翻头转来。大家空间看有法度到物件拢摕着。对，这确是较黑暗风格，啊，毋过我感觉讲伊，无尼尔自动人形，尼尔主动人形的风格，就是伊迄种，我感觉有淡薄仔小可情差啦，毋过共款的所在，就是真正拢足好势。这是真怪。像这，你看我即摆平伫遮这位置，顶悬迄我无法度调。所以就是这若是照正常的算法就是，我可能爱摕到后壁有一个能力，就是会当有一个钩锁，吼，一个锁啊头前有钩啊，迄个锁啊放伫你安怎讲，就是用海啊去钩即个倒边顶悬树头迄个啥，迄个算钉嘛，啊你就是爱去钩迄个钉，吼，用迄个锁钩啊锁去钩迄粒钉了，再个用海去你，可能海去你顶悬，才有法度摕着。所以即摆我就是可能是完全摕袂着，啊，毋过后壁毋知当时才会摕着迄个能力，所以就可能就是要等迄个时阵才转来摕，啊，有可能迄当阵我完全拢袂记遮个有爱摕。尼尔，因为伊钩锁就是可能你后壁可能爱搁拍到较远的所在关卡，才有法度摕着。啊，即摆无，像我即摆你看我即摆用，这叫做看这能力叫做啥？这叫做回闪米。哦，这是闪米是用拍的。哦，啊，我即摆就是这闪米的时阵会有迄个金丝丝的迄个光哦，迄就是迄就是这是。应该是
就是守护者的四股，守护者的四股，守护者的四股就是像我拄则会当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守护者的四股。啊，这就是这拢是豆豆啊，就是一直过关啊，拍死细只的 BOSS 还是大只的 BOSS 摕到的能力，啊袂升到后壁，所以啊这就即马顶关这我就无法度做。好，这个空间即马是脑笋，过来就后壁一个空间哦，哪一个顺，哪咧顺山水咧？敢若是这样哦。对，这个空间遮有一只细只猫。我的苗头会使念互你听。我苗头是啥？我家己袂记啊，等下我看卖者。来。我的标头叫啥？等下，我的标头是 Ender Lilies 台湾人休息类，无爱黑灵啊，黑就是黑灵，无爱打无爱加，这就是点啊加的加，啊就是其实我就是早教迄个左教啦，啊无爱北公道，无爱反公平。反公平其实就是迄个美猪啦，美国猪肉的问题。好，咱继续。安尼你看有无？无爱黑，无爱加，无爱北公道，我爱反公平。无错，四项五动。其实我最近就是有在甲阮之前做聊天顶，就是顶礼拜做聊天顶直播的朋友，在讨论讲要安怎甲咱咧耍游戏的代志，甲咱生活中政治的同结合。目前是想着讲，反正咱就是耍咱家己喜意耍的游戏，就罔耍罔开讲，就煞就甲大家小概讲，咱即摆社会顶讲的一寡意见，反正迄嘛是甲咱生活当中的代志相共，对无？所以。罔破头开讲，罔讲。其实我感觉安尼较无压力，嘛会使用较白话的方式，甲大家讲咱家己的想法。你嘛无要接受，也是讲你有家己的想法，无要紧。反正咱若是真正要做一个所谓的公民社会，就是啥代志都嘛会当来讲话嘛。讲讨论，叫我来过呢。我记得有一间厝，
这有电火嘛？顶摆咱咧耍的时阵，咱咧耍聊点点的时阵，其实嘛拄着一个，是讲这种游戏吼，你咧中咧行路啊，是讲咧找物件，是讲要过这个关卡的时阵，可能要开一段时间啊，拍这个，咱台语讲小输啦，小输啦，意思就是讲拍模进前遮的小兵啊、小卒啊。在拍这过关过程当中，这个时间可能较无聊，所以观众就可能看讲啊，你这也无啥，毋知要偌久啊无，若是讲咧耍的人吼，讲话较无聊，较袂晓讲一寡笑话，啊，就真正较无聊，啊，就会较少人要直接看，所以这嘛是做直播。爱思考的问题，那一家没错，这真正是，一般做迄种做直播的，拢是可能有写头先准备一寡稿，讲话华语讲谈餐啦，可能爱设定一寡主题较趣味。讲一寡笑话，这就爱开个较长时间准备。不过，是讲，莫讲就是开伤济时间，小可准备就好。哦，你迄是苦手。就是耍这种动作游戏，较无遐尼安怎讲，无遐尼成手。其实我嘛无讲会晓耍啊，像迄种洛克人迄种有 Rockman， 还是讲迄个有一个，反正就是真正有一种较困难的，难度较悬，迄种我嘛无法度。啊，像这种我阁会使，就是讲伊主要咧卖，也是讲伊的重点是伊的设计，啊，这种我就较有法度使。所以就袂讲介困，啊，重点是看伊的故事。啊，像聊天点其实嘛是聊天点伊的故事无讲介长，啊，总是讲伊嘛有一寡就是设计公司互伊的预算无讲介济啦，预算无讲介济，所以讲无法度做这长故事。啊，毋过就安尼拄好，就对咱这种讲
手无遐尼流利啊，讲算游戏无遐厉害，算这种动作游戏无遐厉害，就是算是咱的福音啊，福音啊。互咱会当较简单就会当享受到这个古色啊、伊的水啊、伊设计了最好的比赛。好，来啊！买来，你买来，靠背。好耶！刚才我是即马已经拍到后壁，才搁倒转来拍，啊无一开始无遐尼济能力的时阵，可能会较歹拍。西方生理人，对啊。因为像之前我有甲大家，我有在算迄个啥，有一个叫做 Hollow Knight， 华语是叫做空洞骑士，还是窟窿骑士？因为迄无，我袂记啊，要安怎？敢若华语无吧？内底界面可能是，敢若是用简体字啊，敢若是简体字。迄个游戏嘛，就好算。毋过你算到后壁，你若是要算迄个上完整的结局的时阵迄个真正足歹算。后壁还有足侪限制的迄种设计，我真正会算到头晕。所以伊块我嘛有买啦，只是讲我是用另外一个口座买，所以即马这个口座都无。要搁算迄个就是费钱啊，要算足久。顶管遐应该是无，过只是我即马无倒去所以你看顶管，我即马即块空间顶管，阁有一个感觉小的空间，迄就是可能爱踅这间厝的倒边，有无？这倒边，我即马无法度过，毋过倒边遮阁有楼梯，这是楼梯啊。这可能就是爱为家调去顶管。真正，我之前算迄个 Hello Night， 差点算到刚一个我算困难，敢是困难的难度的时阵，我就算到脚要痛，算到无爱算，去背面，真正。垃圾混浊要安怎讲台语？垃圾误会，垃圾混浊的污秽残渣，垃圾的村内这是毋知是啥。好咧，这爱个翻译一下，好，继续。哎呦！
点，伊即个游戏最特别的所在就是，才会嘛有当讲者，就是你若是落伫咧水底，你水内底游的时阵，是讲你行入去即个休困的空间的时阵，伊的声音吼，背景的声音会变较细声，就那亲像就亲像你的耳仔。就是正常时阵，你的耳仔若是伫水内底的时阵，你的声音，你听到的声音会变较敢若是砍掉的，去互水砍掉的，伫一个空间内底变较乌乌的迄种声音，乌叫迄种声音过来就是伫即个休困的所在嘛是共款，就这种感觉就是讲，可能是。你转来到你的房间内底，你家己的房间，你的厝内，感觉较安全，较有迄种安全感。我感觉这个设计是足有的，这就是伊的特别的所在。婆有讲介好用。是写出去的，无法蛋，无法蛋。这是棍类魔术师，这看是用，这个那嘛袂歹，试一摆就会当叫出来一摆。好啊，你嘛来算看卖，若有兴趣嘛是会使来算。毋过我感觉你若是要算即种安怎讲，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讲，可能爱先研究好迄个要安怎行伫倒位要摕啥物物件，拢爱先准备好。无就像我安尼真正。像我即摆安尼，就是算真正我顶悬写的马强玲珑西啦，黑白西，较无一个规则，可能就会算较久嘛，有时讲就可能算到一半无，就继续直播。因为我即摆就是讲先试看卖，这个游戏的头台先爱做的功课还是笔记，就是可能。要开较长时间先准备咧，毋过若真正你有准备好，我感觉应该算起来就好算。好，咱继续。所以这我这个入去讲过有啥物稳重的所在？你伤侪游戏安排啊！好，还有一个空间。
这加嘛有一粒这个钉，所以应该嘛袂使去，不过即马就是无法度。好好听。打几个？Switch 哈哈哈。其实耍游戏真正是就趣味啦，不过只是伤济游戏嘛是种困扰的。足侪爱耍的，时间嘛共款嘛是24点钟的，Switch 的，放啊 game 名叫做啥？这题嘛是无法度落去，啊无法度落去，哦。要安怎过啊？好，无我先行正边正边下骹即个正边顶悬，先去找遐，啊，过来看会当去顶悬无？若无法度去顶悬啊，我则过来用记录点的方式来比较哪有？是有人甲我开讲啊，才有法度安尼哦。无人甲我开讲，我嘛毋知要讲啥。会当一个人一直讲讲到拿迄落啦，机关枪啊，是啥？我不要安怎讲，那一直讲，迄真正就厉害，我无做。这嘛是爱搁去，好，那无错。哦，迄运动主播，迄真正是有稳的。
这嘛是电管，我无法度去的所在，我唔知要哪去。我就会正边先，飞吗？哎呦，水啦！我无法度，歹势，我无法度回报你为着庄仔头所做的牺牲。我顶若是要用台语，较台语讲话的迄种讲话方式来讲，要怎讲？真歹势。你为着庄仔头，你为着咱庄仔头所做的牺牲，我无法度甲你回报。可能安尼讲较有种台语讲台语的感觉。哦，游玩是青色的，所以就你看，你听，即摆听迄个声音，你水内底的声音，甲你电管的声音，真差有无？就感觉藏伫一个空，后摆也是一个空间内底有无？这设计我感觉真好。所以我即摆爱来顶管迄个空间。好，感谢你来，食到饱咧。真正哦。拜拜。水哦。哦，都听诶。困去啊，困去啊。
零马车。哎呦！啊靠！伤痛啦！快！哎呦！打了啊！硬熬你！哎呦！哦，这只魔王啊靠背。
啊，差一丝啦。哦，还够连接，这个 shield，停，哦，过来一个哦。我先啉一下茶。转来啊，继续啊！哦，拄则差1点仔就拍赢啊！竟然会变成做这么歹的怪物。哦，这是义徛村的村长，悬崖的代议。顶摆才查到，过来查一解好，小等者。坎角夹壁，山坎山壁。天坎卡，做侪讲法无同款，所以若是用一个字，就是用坎。山坎卡。做出真大颗的躯体，搭伫咧涂骹的时阵，甲边仔的地拢地死，用地就对啊，用地。
望是互污染的山坎船长，伊的肉体豆啊烂去，油去，直到变异，日本人讲，直到变形。到尾啊，就尾甲精生合为一体，就尾变做精生，甲精生变做一个，是啥物的种怪物。好，遮结束，所以咱会当。这游戏真好耍的所在，就是会当直接转去到你顶上尾一摆休困记录的所在，真正是不止啊方便。毋过这就是另外一边来讲，就是你若袂记你用这个时阵，你就要行足远的咯，足细足大一链，对啊。真正无注意到，哎，拢无声音，我足恐怖。明烈的话，就是那什么啊？收过。拢无声音，听起真正感觉足恐怖。这到底是倒位？我倒过来。这讲过有路无路，敢若一条路。看起来嘛，我这看起来就是为，搁较后壁才会当，才行有路呢。无过来是。哦哟，这个没想厉害。所以是，能力是啥？搭伫个涂骹的时阵，边仔的人缀互甲缀变嘛，缀互变，缀互死。
过来探索，应该嘛，会使讲敲吹啦，敲吹、早吹。OK 啊。这位叫做等一下吼，我先调整一下。哦，那应该是会使，就是看有缘。好，咱继续算。如果要爱迄个，还有迄个通啊高手的能力，
你看起来就感觉怪怪的。好，安尼就满，这空间变蓝马色啊，所以这大会使结束。酸。马车，咱即马要来，哦，我爱过另外一种能力，要用咱空中冲的，对不对？叫我都哦，超麻烦的。哦，过来。这样会我捌看过，我会看。修复这嘛是啥的？哎呦，你莫来。魔法锁头，魔法锁头。憔悴，天光有落无？
我明天。都有怪怪的所在呢，听无？哦，真歹呢。哦，买啥啦？国民党呢？护身符脆片，护身符脆片。白莲花，海狗啊，小狗跟小狗的对。哎呦！水内底，水内怪物。这个空间 OK 完成。我到这里。哦，哇，这个空间，你买来，哎呀靠！小李金哇，监管，对那个。
做罗结结罗结结罗结结罗当当罗当当罗当当罗结结罗结结罗当当是罗结结的垃圾泥啊吗？可以到水管的时候再。所以应该是会有这样子，我再报告，电信的都听得，都对一个。所以我今晚估计是会到。都看不见物件，那会对无？转去啊！新湖脆片，好，安尼这应该是拢找着。哦，感谢大家。哦，准备休困的所在，过来。今日差不多算到8点哦，过10分钟的时间，看搁有倒位通敲吹，看搁有倒位无，我都行的所在，是讲搁有一寡部分还未找，可能是倒边，我都过。来去有卡，卡过，没错。水中甲水面顶的
行的速度增加较紧。侵蚀的台语是啥？吞大嘛。侵蚀，侵蚀，侵蚀呀，侵蚀，侵蚀，对，侵蚀，侵蚀红姨，还是讲母乳，母乳之册，母乳的册，结界魔法的魔术。册本身魔法册，册本身嘛有魔女的法力，虽然册也已经互这的下流所侵蚀，不过册中的力量犹原未无消失。然后，就快。送我抓狗的喏。OK， 就不好怕。这样爬过来。过来。这干那鬼，闭伫个干那内底，干那鬼。就干那内底，就干那放落落。哎呀，快点！哎呦，慢了。哦，现在剩3分钟，讲算。
我拄则来做一开始的所在。做过啊，我都落去，我都。好，看起来是，但是今仔日找袂了啦，所以今仔日就先到这啊，等下8点的时阵，8点半的时阵，我甲米莉9点，今仔日9点，甲另外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的好友伊迄个频道叫做米莉露一手，伊甲阮这个朋友做另外一个2人合作的游戏的直播，请大家若有时间有兴趣，会使来看在这个频道甲阮做伙来耍，今仔日就先到这，感谢罗力。